美国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废掉迪士尼的主题权，怀疑是咧保护迪士尼，反对伊禁止冬季课程法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时间是过甲真紧，托尼基叙利亚的大地震已经过3礼拜啊。不过对当地灾民来讲，这是一分一秒拢真艰难。除了生活歹过，心理压力嘛真重。因为昨托尼基的马拉特亚，佮发生规模5.6的地震，有100多人受伤。百姓等无政府斗3天，各地是拢爆发抗议。但托尼基的总统是开记者会释咧，讲是天气歹，所求的进度才遐尔慢。不过，伊是有关无针对以后违规的建商继续起厝的代志交代好清楚。卡球场内底来看比赛球迷，一直对球场大声喊讲爱政府下台。托尼基甲叙利亚边界的地震发生到即马已经满3礼拜，造成超过5万人无命。民众不满政府救援伤慢，救援的政策无充分，造成抢劫甲互贼头等等社会安全的问题一直发生，引起托尼基国内各地出现大规模抗议。为日来卡球比赛，球迷甲就穿只红仔等入去球场内底，要关乎电灾移动开始，抗议就一直拖到街路。伊斯坦堡有民众组织示威，煞互顶部警察逮捕，叫入去禁车。民众的破关也未停。托尼基的马拉特亚第2次搁一摆发生规模5.6个地震，但当时有部分民众当去厝摕财物煞受困，因伫脱困了后，有关想要抢救家己的财物。这个地震嘛造成1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各将近30栋的危楼崩起。面对灾民的怨气，托尼基总统埃尔多安嘛伫2日召开记者会，向民众会示咧，表示灾区的条件甲天气无好，才好搜救较慢。Sarsıntıların yıkıcı etkisi, olumsuz hava şartları, hasar gören altyapının getirdiği zorluklar gibi sebeplerle maalesef ilk birkaç gün Adıyaman'da arzu ettiğimiz etkinlikte çalışma yürütemedik. Bunun için sizden helallik istiyorum. 另外，因为临时主体无够，互震灾产生的191万人的灾民，大部分只会当伫布棚内底过避难生活。虽然埃尔多安承诺会赶紧重建灾区，停止违反安全规定的建商，不过世界银行统计，这届震灾造成托尼基经济损失达到342亿美金，等于是一年 GDP 的4%。如果重建的费用会达到这个金额2倍到3倍以上。国际新闻台是董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3件新闻。日本福冈一间100年的温泉饭店，碰发现温泉水1年敢若换2届，细菌是标准的3700杯，违反卫生标准。社长今日是开记者会回示咧。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主席李在明，因为涉嫌贪污，获检方申请拘捕。因为李在明是现任的国会议员，要甲抓就爱国会同意。不过，将国会投票无够标准，拘捕也无过。英国《Times》报道，英国甲欧盟达成协议，取消英国甲北爱尔兰之间的海关管制。首相苏纳克讲，这是重大突破，让英国重新甲北爱尔兰的市场摕回来。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这几年的企业是请真侪非法移民的囡仔工，这个人数是增加6成。甚至有头家互未成年人做危险的工课，所以美国相关部门是成立联合小组，要抓这个违法的企业。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前总统 Trump 的过去的好朋友 Fox 新闻的董事长是承认讲，有一寡主持人捌利用频道宣传阴谋论，讲民主党是靠作弊才赢2020年总统选举，造成社会对立。中国的影音平台抖音 TikTok 有侵犯资讯安全、偷摕机密资料争议，所以有真侪国家拢惊讲，中国政府利用 TikTok 咧传资料的时阵发动网络攻击。除了美国是带头禁止公部门用、甲公务员用 TikTok， 咱台湾去年嘛已经对咧禁。也若是欧盟是前2天啊宣布讲，公家机关袂使使用 TikTok， 有连软体员工都爱赶紧抬掉。今日上新的是加拿大，是宣布讲对明仔开始，政府单位公用的设备拢袂当按 TikTok 软体。其实资料去互偷摕争议，有真侪国家是惊讲 TikTok 会成做人质作战的工具。
因为用这款影音平台拢是少年仔较济，思想就加减去受到网络影片影响，不知不觉就会去互洗脑去。另外，澳洲政府是认为讲，目前因的法律已经无够力，通好阻挡网络威胁，所以是宣布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监督政府爱加强对网络安全的投资。但是骇客攻击的时阵，嘛会当赶紧处理。对美国甲欧盟的脚步，加拿大政府宣布讲，从3月初1开始禁止所有政府装置使用中国影音 App TikTok。加拿大当局讲，这个社群媒体平台代表讲对隐私和安全，互人无法度接受程度的风险。禁止政府的装置使用，这是第一步，嘛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步。Telling all federal employees that they can no longer use TikTok on their work phones. Many Canadians, from businesses to private individuals, will reflect on the security of their own data and perhaps make choices in consequence. 因为烦恼北京当局摕到用户的个资，某公司对中国字节跳动的 TikTok 最近几个月来，拄碰到西方审查线咧增加。TikTok 的发言人表示讲，加拿大政府封杀 TikTok 的这个决定，互因真好理解，因为因并无引述任何具体的安全关切，也是和公司来做协商。另外，北京是限期30天，以来确保联邦政府的设备和系统无来安装 TikTok。也那澳洲政府是从去年底开始，拄碰到愈来愈侪网络攻击威胁。路透社讲，上届少也阁有8间企业受害，包含医疗保险、电信公司。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伊伫咧和企业界领袖专家开会时阵表示讲，现行的政策无法度来达到需求的坎级。This is an ever-evolving threat, and it will need adaptation from us and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to make sure that we keep on top of this. That's why today, as well as part of this process, we're announcing a coordinator for cybersecurity. 澳洲政府已经发布一份有关网络安全新策略的讨论文件，当咧找有关企业要安怎和政府合作来改善网络安全的意见。这个新策略办法会伫明年来实施。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乌克兰战争这一年，伊边的国家波兰上无是收100万的乌克兰难民。加上战争进前，波兰的境内就差不多有100万的乌克兰人。所以，即阵波兰的境内除了因本国籍的，上侪就是乌克兰人。波兰的边境城市普热梅希尔，这一年来是一直咧帮助难民，甲因语言提供因工作机会。即马是防合作救援影响城市。记者员工无论国籍，拢引用乌克兰话帮助上门求助的人。乌克兰自家将几十年文化推广经验，正做救援动能。即马战争延长，也亲像各地民间团体共款，辅导难民的长期生活。组织也根据专长请不少难民，亲像安娜，伊为去年10月开始做志工，了后转正，即马主要负责排班，确保服务据点随时有人。То mamy takie 3 miejsca, gdzie zawsze ktoś jest. Na dworcu i na pocztowej, tam przez całą dobę. 二楼灶卡咧准备故乡的菜，正逐工准备50到100份的菜，主要送甲合作旅馆提供予临时安置难民。经济估算加上物资、心理辅导、医疗这需求，目前逐工依然有超过250人紧急求助，不少是为乌克兰东部甲南部，依然予俄罗斯占领地区的民众。To są często ludzie, którzy przez długi czas ukrywali się w schronach czy w piwnicach i te osoby bardzo często nie mają żadnego planu na życie i my im pomagamy tutaj się odnaleźć, jakby zacząć życie od nowa. 逐工2到3节的免费波兰话课程，对求职甲融入当地有帮助。全国即马差不多100万的乌克兰难民留伫波兰。一年之间，波兰境内乌克兰人数增加1倍，已经200万人左右。My jesteśmy tym pierwszym punktem, gdzie oni jakby się uspokajają, bo się dowiadują, że mieszkanie da się załatwić, pracę da się załatwić, opiekę do dziecka, w tym sensie, że szkoła, przedszkole i opieka medyczna też się da załatwić. 即马乌克兰自家也将其文化活动，希望缓解难民思乡之苦。
普热梅希尔是波兰东南部上古老的都市，甲乌克兰有超过1000年历史牵连。一战了后，捌因为领土为分争议爆发种族火车战争。即马随着时代变迁，走向和解甲合作。去年11月，因为人道贡献受访乌克兰有关影响都市的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佛州州长德桑提斯签法令，把迪士尼的主题权废掉。因为迪士尼不反对德桑提斯禁止学校甲冬季的相关课程，所以有真侪人都认为讲，这德桑提斯是在报复，无就是咧为总统大选铺路。这主题权到底是虾米货？为虾米会赢做政府甲财团的机遇？这都要对50年前讲起。大人囡仔拢介意的迪士尼乐园是对美国加州徛起的，不过迪士尼伫咧加州是无主题权的。是1967年的时阵，佛州为了发展，所以提供当地罗威溪附近的土地，叫迪士尼去起游乐园，合作罗威溪改善法案。伫咧迄个范围内，迪士尼是有主题权，无论伊是要起啥物物件，拢毋免经过州政府的审核，有一寡税阁毋免纳，等于就是亲像一个独立的地区。这听起来实在真好康，不过其实佛州的政府嘛是有条件的。因为迄个区域内底毋但游乐园无居民，所以政府是要求迪士尼要负责所有的基础建设，亲像医疗、消防、水电等等，等于就是用主题权来交换，叫迪士尼开钱，甲州政府斗建设地方。即阵迪士尼失去主题权，以后就归州政府管啊，一年都要加纳9亿美金的税，应该毋可能放弃50年的建设搬走，咱会当继续关注。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签法案。迪士尼原本独立运作，属于政府职权的消防、水、下水道加废弃物处理服务加设施，将会回归到政府手内。主题权相关法规的撤销，是伫咧去年非洲议会表决时阵通过。德桑提斯讲，所落来对待迪士尼的方法，会甲对州内像环球影城、海洋世界，抑个其他主题公园拢共款。Decades of subsidies and benefits that have really accumulated to kind of this one powerful company. But when you lose your way, you know, you gotta have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政治观察家认为，安尼施做是德桑提斯的报复。迪士尼在此进前，不公开反对德桑提斯签署不准讨论动机的法案。德桑提斯准备被竞选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反对甲青企业对社会政绩伤过顺从。伫前一天2日，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声援著名的漫画作品《戴伯特》的作者史考特·亚当斯，因为亚当斯讲非洲的族群是受训团体，希望白人离因较远咧。互人指控是种族歧视。伊的作品和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也个经历美国等媒体封杀。马斯克颠倒指责这款媒体，则是对白人也个对亚洲人有种族歧视。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declined to be involved anymore,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used to be the biggest Republican supporter because ultimately. This is bad for business. This is why newspapers are pulled a column for Scott Adams. This is like Disney is a big business,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now positioning itself, or this fring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positioning itself against business,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very goals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long held. 政治学者认为，德桑提斯针对社会甲钱来做攻击的核心，就目前来看，可能是一种正成功的政治策略。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辑。欧洲国家为着减少碳排放，加上要减少使用陆西亚能源，是愈来愈注重风力发电。不过，北欧的瑞典甲挪威起风力发电站的地点，是去互当地少数民族萨米人指控讲侵占着因的土地。参与示威的这个少年人，伊唱少数民族萨米人的传统歌谣，坐伫涂骹的几10个抗议人士。站伫能源部办公大楼的门口，因不满挪威政府无顾最高法院的裁定，坚持核准伫北海沿海部分地区设置风力发电站。Ja, nå har vi vært en stor aksjon som har blokkert alle inngangene på departementet i dag. Og vi fikk nå beskjed, samtidig som det var en stor demonstrasjon, stor markering her, at vi skulle bli båret bort om 20 minutter. Vi fikk et pålegg om å flytte oss. 北欧的挪威、瑞典两个国家设置伫陆地风力发电站。有争议已经真久啊，主要的原因是设发电站的所在是当地少数民族萨米人饲米路的场所。双方的官司为地方法院一路拍到最高法院。2021年年底，挪威最高法院判政府甲风力发电业者败诉，
不过并无强制业者爱甲所有发电机组拆掉。这个月23是最高法院判决出来第500天，抗议的环保团体邀请瑞典最出名的环保人士东贝里做伙参加示威。不过，挪威甲相关的国家政府认为讲，为着达成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设定的减碳的目标，嘛降低制裁罗西亚能源产业的冲击，建设风力发电站是一定爱执行的。根据英国甲荷兰学者分析，欧洲太空总署伊萨卫星影像，因为南极西边的南极半岛冰河流失的速度当伫增加当中，也若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讲，冰扬起的速度增加，地处南极附近海河的浮冰减少到45年来上少的情形。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所维，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